Hello，各位街坊，今日咧都係嚟到我哋中山坦洲錦繡國際花城，同大家去分享翻佢呢度嘅最新嘅一個消息俾大家啦。咁而家咧國際花城咧係賣緊佢而家最新嘅5期，但係5期咧就最細嘅面積都係從110方開始嘅，總價方面就會比較高啲啦，都係130萬左右打上嘅。咁如果有留意翻呢個樓盤都會知道，咁呢個戶型咧係佢之前89方嘅呢個戶型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搶手嘅。呢一套89方做到3房2廳2衛，非常之靚嘅，而且最緊要係總價好低。呢一套嘅話，總價都係9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嘅咯，而且仲可以做埋佢嘅低首付。首付方面嘅話，3萬蚊嘅首付就可以上到車，預供講緊都係2-3千蚊嘅啫喎。喺香港買個廁所都買唔到啦，每一間房都可以睇到嘅，非常之骨折嘅，而且全屋都係帶埋精裝修，全屋嘅家私家電全部送齊俾你啊，完全做到拎包入住。喺呢度有埋我哋嘅港澳直通巴士，直至往返香港十分之方便嘅。屋苑裏邊咧就會有埋底箱，平時住喺呢度買嘢又係好方便嘅。如果街坊們對於想買翻套低總價而且往返香港會比較方便嘅樓盤咧，就可以留意翻呢個項目啦。有興趣嘅街坊，嗱嗱聲聯繫 Q，帶你免費睇樓。